那我们整装出发。去到每一度，點解總會有得嘈？難道繼續困死陰濕小氣度？我有一路，清楚找我有幅圖，行話數來任你講卡都好做。將地包袱走路，一步一步。好不好吃？你算好，最後收稿，冇嘢要透露，冇人走步，跳埋包袱走佬，無論乜嘢地步，不理疲勞，天與地旁被拖，冇人無比更好。